美國嘅聯邦國家地理公園，呢度海拔最低嘅係海拔最低嘅嗰個叫咩啊？死海咩死海啊？壞海熱谷啊？唔係熱谷嘅壞海。錯晒，全部錯晒。呢個記者炒佢。你介紹啊，真係好多鹽啊！啊好多鹽啊！呢度咧，俾你食。話俾你聽咧，係咩地方咧？係美國嘅聯邦啊，國家地理。內華達州嘅日谷國家公園。熱谷啊！熱谷國家公園嘅壞海嘅叫做壞水，唔係壞海，一個叫做壞水嘅 Badwater 嘅觀景點啊。咁咧呢度咧就係低過海平面嘅，即係喺海拔以下嘅個係全北美洲200幾最低嘅地方，全個北美洲最低嘅地方，即係佢呢家我哋企呢個地方咧就係低於海平面嘅啊。換言之咧，如果啲海水入到嚟咧，全部喺水底啊！我哋已經喺水底嚟㗎啦。清楚未？呢啲個記者係炒佢啦，炒咗佢啊蒙查查嘅，仲話做介紹。你個睇嘛？會有太陽啦這樣子可以。得唔得同你合影啊？好啊，一陣間先，我呢家影咗，我呢家影緊啲活動嘅啫。影緊活動係嘛？啊，我將個景拍咗落嚟，第日可以去睇。埋你，彭生。